張生你好嘛？喂，早晨。張生你好。我覺得即係温家寶即係大陸嘅領導咧，即係遇到災難即係親自去指揮，其實呢種做法有啲問題啊！你可以話佢即係好着緊，例如即係嗰啲前線嗰啲官兵話去唔到一個地方嘅話，一定要去到，或者限死某一個時間去。咁但係嚟講，即係有冇即係衡量過一當地嘅情況咧？其實應該個指揮權係咪應該即係交俾一啲地方嘅行政長官，即係最熟悉當地個地方嗰啲人去指揮，係咪好啲咧？係咪先？咁其實仲有即係有啲即係表現咁，你可以話佢即係做公關或者好感性，即係例如咩喊啊咁樣。但係嚟講，其實我覺得領導應該臨危不亂嘅，即係遇到即係危難嘅時候嗰個時刻，即係你上邊即係做領導嗰個最需要冷靜啊嘛。咁你自己都亂咗先，係咪先？係即係喊苦喊忽咁樣，即係人哋咪更加驚，更加亂，係咪先？張生，你見到即係有小朋友喺學校度喺度，你可以唔喊咩？你自己都亂嘅話，其他人都更加喊係咪代表亂啫？你感動係咪代表亂先啊？下面嗰啲更加慌張嘅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嗱，仲有一樣嘢。你講，你繼續講啦，你繼續講。仲有你哇，最後又受傷咁樣跌倒咁樣，咁人哋即係。我其他下邊嗰啲掛住照顧你，定係掛住救人先。老實講句，咁樣即係掛住照顧你，唔使去理其他嗰啲即係傷病嗰啲人噶啦，係咪咁講啊？張生啊，我想話俾你聽咧，軍人咧就係打仗咧係會死嘅。咁如果你係上級話俾佢聽，我唔理點，你去到嗰度，你同我攻下嗰個陣地，咁你衝去都要啦。咁如果你話嗰度要救人嘅，咁你衝去都要衝到去，咁解咯。唔係，即係我哋嚟講，即係應該即係做到啲即係你覺得佢唔應該去啦，係咪？調撥資源啊，去做一啲即係能夠即係最快去到嘅地方，先至即係最有即係嗰個效益嚇，能夠即係救到最多人。嗱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即係其實我覺得應該即係以後咧，大陸建築嗰方面咧，應該即係參考下，即係例如即係日本啊嗰啲建築標準，亦都睇過即係例如即係墨西哥以前自己。即係80年代開始發生個地震之後咧，而家即係佢興建某一啲建築物咧，係即係完全即係世界最先進嘅水平。咁即係參考其他即係有地震嘅地方，咁樣即係以後即係建築嗰方面而家冇咁容易冧。係好，多謝你啊，多謝啊，一種意見啦。